嗨，大家好啊！歡迎收聽家俊講古，我係凌家俊。上幾個禮拜呢，我哋介紹過西方古典音樂分為幾個時期嘅，早期即係巴洛克時期到古典時期呢，我哋都介紹過啦。咁今日呢，就嚟到我最中意嘅浪漫時期啊！邊一個唔中意 romantic 啊？浪漫時期嘅代表人物啊，又會係邊個呢？等我哋嚟介紹下今日嘅主角啊，就係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柴可夫斯基啦。咩話？邊個嘅司機話？柴可夫斯基啊，唔係的士司機個司機啊。Tchaikovsky 出生於1840年俄羅斯帝國，佢出生於貴族家庭啊，5歲開始學鋼琴，好細個就展現出音樂天分啦。但係可惜嗰個時代呢，做音樂比較冇出息啊，做音樂老師或者樂器演奏家呢，係唯一嘅出路。所以幾年後呢，佢父親就送咗佢去法學院學習，畢業後就喺法學院工作啦。直到22歲啊，佢先有機會進入 Saint Petersburg 音樂學院學習音樂創作。當時佢家庭經濟上咧已經唔算得好好啦，所以有人 offer 佢做音樂老師咧，佢都肯接受㗎。橫掂教書反而俾到佢更多時間創作，所以佢喺教書第一年呢，就完成咗第1號交響曲《冬之夢》。即係嚟聽下呢首樂曲啊！呢首第1號交響曲《冬之夢》啊，當年嘅聽眾啊對佢嘅評價呢就真係麻麻地啦，所以柴可夫斯基呢係會有少少嘅失望嘅，但係呢，佢依然不氣餒，繼續努力寫作噶。柴可夫斯基係一位內向、神經質、過度情緒化嘅人啊，再加上同性戀嘅傾向驚俾人知啊，所以人格特質呢比較抑鬱啊。咁我哋喺佢嘅音樂作品中呢都唔難感受到嘅。除此之外啊，佢對人呢仲有啲恐懼感噶喎。所以成名之後呢，需要上台指揮自己作品嘅時候啊，佢就會好緊張啊，甚至乎雙腳呢一直喺度震嘅，頭呢亦都會一直望住地下。喺柴可夫斯基人生當中呢，仲有另外一位女人呢，可以算得係佢嘅恩人啊。呢位有錢嘅寡婦呢，當年呢資助柴可夫斯基嘅音樂事業啊，但係提出呢兩人永不見面嘅條件，所以兩人呢終其一生呢都只係書信來往而從不見面嘅。直到1890年啊，佢接到寡婦梅克夫人嘅來信，梅克夫人喺信中表示呢，佢嘅經濟狀況呢發生惡化，因此呢冇辦法再對柴可夫斯基提出經濟支援啊，並要求呢斷絕佢哋兩人之間嘅交往。雖然柴可夫斯基呢個時候已經係一位好出名嘅作曲家，生活呢已經唔再係掹掹緊咁噶啦，但係與梅克夫人嘅斷交呢，對佢仍然造成精神上相當嘅打擊啊。再過幾年，柴可夫斯基寫出佢嘅第6號交響曲Pathetic， 結果寫出一首內容極為深刻嘅樂章，並且一反傳統，採用慢板以暗示出絕望與死亡嘅交響曲啊。柴可夫斯基呢自稱呢一首 Pathetic 呢係一首安魂曲啊，似乎係一個詛咒啊。呢一首交響曲呢竟然成為柴可夫斯基嘅最後一首作品。喺初演後嘅第4日，1893年11月1號，柴可夫斯基據說因為患上霍亂，經過5日嘅掙扎，終於喺11月6號離開塵世。冇錯啦，我哋而家聽緊嘅呢就係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 74 Pathetic。柴可夫斯基呢曾經喺佢嘅日記啊同埋書信中呢表達過佢對好多作曲家嘅呢啲評價。佢認為呢華格納無聊，布拉姆斯冇趣。對於貝多芬呢，佢話：我向佢嘅作品脫帽致敬，但係唔中意呢一個人。佢對巴洛克音樂呢並冇好感啊。雖然會彈奏巴哈嘅音樂呢，但韓德爾只係一個4流嘅作曲家。不過佢又好喜歡 Haydn 同埋莫扎特，並稱莫扎呢為音樂界嘅基督。而佢自己又點樣嚟俾人哋形容呢？過去啲樂評家呢形容柴可夫斯基係一部製造眼淚嘅機器啊！好啦，今日柴可夫斯基一生傳奇嘅呢個介紹呢就到此為止啦。聽日同樣時間家俊講古，約定你啦。